交通大学南部校区这座全新落成的志愿路，开了1年的时间就完工，总经费7.2亿，是由志愿基金会以产学合作的方式来兴建，将作为产学共创的基地。目前有19间企业进驻。交通大学代理校长认为，这个基地的成立将会使带动沙仑地区的发展。同时，施正荣董事长也肯定，这个基地将会进驻真侪人才，为台湾的进步来努力。交大在这个台南校区经营了超过10年，那原来只有一栋楼，现在变成2栋主要教学的楼的话，那就变成力量 double， 然后也由一个学院变成2个学院，所以在未来我们希望这是一个里程碑，能够为这个整个南部校区在培育人才上面有一个新的力量。那同时，这个带进了另外一个就是产学合作的这个契机，因为引进了差不多20家的企业，然后也为这个整个沙仑科学城能够带来新的气象。台南交大的这个研究园区应该是台湾经济发展、产业发展的3.0。虽然地方不大，但是它的含脑量是最高的，附加价值是最高的，所以未来的产学共创的研究园区这个模式呢，可能是台湾要对世界做出更进一步的贡献，新的一些模式。14号上午举办启用仪式，总统蔡英文、教育部长潘文忠、行政院秘书长李孟燕、甲台南市长黄伟哲以及座位的立委拢亲自出席，并种树仔来纪念。总统致辞的时阵也肯定，这大楼并无开政府1仙钱，也真有效率，伫1年就起好啊，也佫有依法找办法，真侪代志拢克服法规，非常值得学习。我刚才听我们施董事长讲话，其实今天他讲的最好的2件事情就是，第一个，这个楼没有花政府1毛钱。我听了真的好高兴哦，也很佩服。那就是因为没有花政府1毛钱，所以可以很有效益的1年就把它盖好了。那另外您也讲到是依法找办法，那我真的非常的佩服，因为很多的事情，确实面临到很多法规的这种重重的这种不能讲障碍，但是必须要一一克服。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精神，就是不寻求特权，那我们就依照法律来想办法解决。那我相信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市政府或者是我们的中央政府都应该是提供了很多的这个协助。所以今天来参加致远楼的启用，我真的非常的高兴。我也希望那个其他在这个地区用了很多政府钱的楼，可以盖得更快一点。那让我们这个园区将来变成是南部的产业研发的重镇，也是新世代台湾走向未来的世代产业的一个最重要的开始点，也会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聚落的所在。典礼过后也召开产学共创联名大会，19间企业的代表拢提出家己的经营理念，互相来对话甲互动，为产学合作带来新的起点。台南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